魔国鬼母和精绝女王究竟有着什么样千丝万缕的关联？上古时期，蛇神通过自己的身体，在扎格拉玛神山创造了鬼洞。魔国的先祖第一批来到这里，窥探到鬼洞无上而神奇的能力，并建立了强大的宗教政权，最后定居在昆仑山喀拉米尔，又名恶罗海城。魔国因为残暴导致毁灭，整个国家也在一夜之内消失。数千年后，魔国余孽建立了轮回宗，他们也试图窥探鬼洞的秘密，并在塔克拉玛干建立了精绝古国，但结局和祖先一样，也因为残暴被邻邦毁灭。之后，摸金三人组在精绝古城感染了鬼眼诅咒，注定都活不过40岁。现如今，他们找到木尘珠，但不懂使用之法，于是前往一切的根源恶罗海城。雪梨羊拿出木尘珠放置在鬼母的魔眼上，随着机关的转动，魔眼被打开，进入主殿。雪梨羊启动光球，用力掷出，探测这里是否有凶险的存在。在确定安全后，雪梨羊拿走了蛇像下方鬼母的一双魔眼，同时与雪梨羊走散的胡八一和王胖子找到了消失千年的恶罗海城。可诡异的是，恶罗海城明明深埋昆仑神山的地下，城内却有着充足的阳光和氧气，并且时过千年，油灯还依然明亮。此时他们还浑然不知，更诡异的是，正在前面等待着他们。就在众人大脑飞速运转时，王胖子却恰好闻到了炖牛肉的味道，于是在美味的勾引下，大家找到了沸腾翻滚正炖着牛肉的大锅。王胖子不听胡八一的阻拦，抓起不明牛肉就往嘴里填。老婆，你怎么再来了？不吃，不吃。安哥说，要自己的上火，反正我宁可操死我你饿。好，让小妹的心啊。可胡八一想不明白的不只是这一锅牛肉，而是整个城市为何这样的宁静。也就在此时，黑影一闪而过，打破了胡八一所谓的宁静，其实是一只蜥蜴幼崽正向胡八一扑来。对于久经历练的胡八一和王胖子，这都不算什么，但紧随其后大量的蜥蜴向他们靠近，其数量更是无法估计。慌乱中，大家堵上木门，暂时抵挡对方。可屋漏偏逢连夜雨，传迟又遇打头风。明叔不知犯了什么毛病，又开始大笑不止。还没等大家搞明白一切，从另一个方向又闯进大量的蜥蜴幼崽。为了不变成瓮中捉鳖，大家选择向外面逃离，可外面也没他们想象的那么乐观。一只巨大的成年蜥蜴早已虎视眈眈，等候他们多时。